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昏伫印尼巴厘岛见面会谈，共3点钟。习近平是强调讲，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头一条袂使下过的红线，台湾独立和台海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的代志。那拜登是表示，美国嘛无支持台湾独立，而且嘛判断讲短期内中国袂用武力侵犯台湾。美国总统拜登半行走，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这是习近平自从中共20代结束了第一遍出国访问，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了两个人第一遍面对面会谈。会谈线，根据中国央视所发的新闻稿，习近平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当超过红线，希望看到并且全力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不过，台独加台海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拜登也开记者会。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Has not changed. We oppose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and we'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I do not think there's any imminent attempt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invade Taiwan. 对美中关系，拜登讲无需要有新的冷战。美国甲习近平几多遍见面，彼此之间正坦白，完全拢清楚。习近平是强调，这么双方的局面无符合彼此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无符合国际社会期待。我愿同总统先生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问题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一如既往的坦诚深入的交换看法。两国元首同意双方的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加经常性的联系，推动中美关系重新转到稳定发展的方向。拜登讲将会指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最近去北京进行内容的沟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去乌克兰做志愿军，咱台湾的少年詹胜光战死伫乌克兰。乌克兰的军方昨昏替伊伫西部大城市利维夫举办告别式，伊的妈妈、阿姊甲牵手拢有到位，阁有几若百个乌克兰的民众自发性去参加，现场有台湾和乌克兰的国旗，场面真悲伤。台湾志愿军詹胜光的妈妈由外交部人员陪同到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参加乌克兰军方办的告别式。詹胜光的姐姐牵手也拢来，有几多百位乌克兰民众自发性参加告别式，现场有看到台湾甲乌克兰的国旗。捌伫咧台湾待过乌克兰人，专工穿台湾队的甲来送詹胜光最后一段。Як тільки почули цю новину, відразу приїхали сюди, щоб підтримати сім'ю, побути разом в цей такий важкий час для них. Особисто, на жаль, я його не знав, тому не можу сильно багато сказати. З того, що я знаю, те, що він усвідомлено сюди летів, так що це, в принципі, ось так. 詹胜光是第一位去乌克兰参战阵亡的台湾人。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讲，遗体会运转去台湾。真侪民众化口号欢迎，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出现伫咧哈尔松，乌克兰军队继续收复领土。哈尔松伫人8个月了，如果升乌克兰国旗，泽伦斯基讲，这表示战争开始要结束啊。若是泽伦斯基规个城市，大家心情拢真好。这是自战争开始到即马，泽伦斯基第一遍公开来赫尔松。伊也讲，调查人员伫咧当地有发现超过400件俄军的战争罪行，但是军事专家分析，乌克兰军队恐也正歹跨过涅伯河，最后一个反攻的战场可能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编译。镜头个等下，咱过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比昨昏较减弱，也毋过云也是较高。伫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局部阵雨。咱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早暗是较凉冷的，低温大约是20度至21度。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西湖，是敢若15度半。那今仔日伫北部、东部日时的高温有25度至28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度至31度。今仔日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会落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台东雨可能会较粗。
那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会搁再减弱，天气和今仔日是差不多的。拜四、拜五各地拢是好天，毋过到拜六到后礼拜一，搁有一波水汽会到位。到时阵北部、东部搁会开始落雨。来关心对昨开始，较真正的隔离时间缩短至5天。5天过后，无论快筛是阳性也是阴性，拢会当出门。那昨昏本土病例，咱国内本土病例敢若16000多例，已经连续3天无到2万例。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可能年尾出入境的需求量会增加，所以对12月份开始，一礼拜入境人数限制会增加到20万人次。你知道今天开始只需要隔离5天吗？诊所医生用视讯看诊，提醒患者5天袂用出门，因为自11月14开始，新冠确诊的人隔离的时间缩短成这5+N， 只要完成5天居家照护就能出门，不过袂当参加具参加人做活动，也尽量莫去医疗院所。如果你验的是这个还是阳性的话，那就是你要进行这个自主健康的管理了。那自己健康管理的时候，当然是尽量不要去医疗院所。新冠本土疫情连续3天无到2万，这是8月新增加16578例本土病例，中重症66例，死亡40例。另外，顶礼拜各验出一例本土 BQ.1 的个案，是中部20几岁男性，伊5月不确诊，10月各感染，是国内第2例本土 BQ.1 的个案。它是一个轻症的个案，它只有采取居家照护，所以已经完成这个7天的居家隔离，已经顺利的解隔痊愈了。另外，因为往年尾出入境的人会变多，所以指挥中心宣布，自12月初1开始，每礼拜入境的总人数，自即卖15万人次提高到20万。在15万的框架之下，那航班的增加有限，所以我们就再让它再增加再多一点，让大家能够有时间去调配，那以因应有可能在年底或者是在农历年的时候，那比较大量的这个出国的这个旅客或入境的这个旅客。王必成讲，顶礼拜病例数降到上低点，应该是这波 BA.5 疫情过去啊，后礼拜有可能宣布试验令第一阶段放令。另外有网友讲，伊是高端的前员工，有翕到政府甲高端公司的疫苗采购合约的介绍，不过高端公司发声明讲，并无员工伫咧今年6月离职。王必成也伫咧 FB 发文会报警处理，请民众唔通够转播或者是散播假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阵确诊隔离的时间改做5天，这嘛影响确诊者去请劳保伤病给付的钱，嘛会对咧减少。若有买防疫保单的民众，权益嘛有可能会有变动。民众爱斟酌看合约，了解家己的权益。国内14开始确诊隔离为7+N放另加5+N， 老买防疫险的民众爱注意家己的权益，亲像疫苗险突破性感染一次金，保险爱注意条款是毋是注明一定要医生开诊断证明，是因为疫苗引起。若保单有规定确诊日是伫咧做疫苗，迄一天开始的期限内就用得到补偿金。第10至10付医疗险理赔爱注意，当然代表被保险的人。经过医师诊断，因为疾病或者是伤害，爱正式办理住院治疗。若无住院，无负担医疗费用，就无符合规定。轻症无住院，虽然延请住院一夜，除了提出医疗经费、诊断证明文件，用药也指定的用这的抗病毒药物。因为很多家在通融理赔的上面已经有改为指定用药或抗病毒药物，所以民众在看这保单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去看他买的一个没有限制药物。另外，劳保伤病给付也对咧调整，劳动部规定，劳工若因为确诊爱住院，居家照护无法度工作，而且出现薪水减少情形，为袂当工作第4天开始，拢用申请。原本一开始确诊者居家照护10天，上侪用申请7天，了后减少做7天，上侪用请4天，即马5+N上路，上侪改用请2天。以平均月投保薪资45800元为例，从不能工作第4天起，可以请领伤病给付2天，1527元。他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是25250元的话，2天则为842元。根据金管会统计，到11月初7，防疫险加疫苗险理赔金额已经超过1500亿，防疫伤险理赔率51%。为弥补资金缺口，申报防疫险的前6大产险已经向金管会申请竞资核准，也有产险公司规划第3摆竞资。
即马防疫限制5加 N 甲确诊共大亲人全面改组0+7，隔离理赔加入历史了后，也互理赔压力真大的产险业者压力无遐尼大。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对后个月12月份开始，入境的人数会当增加到1礼拜20万人次。饭店的业者是认为讲，初期入境台湾的应该拢是咱台湾人较侪，也毋过开放了后，观光起草应该会愈来愈好。若去外交部申请要排队申请护照，还是换护照的民众，最近是排甲热长。真侪民众即卖已经开始咧规划要出国佚佗。办护照，请往前走。申请换护照的人排甲长落目前回国已经无需要入境检疫。经过2年外疫情边境管制，特别进入元旦甲跨年假期，所以其实农历春节，不少人开始规划出国行程。本来想说用预约不用等，然后他说预约都满了，不能预，快件要等1个钟头，那一般件更久。过年后要出国，现在应该超过2个小时了。外交部统计，11月第1礼拜全国换发护照收件量到35000多件，平均每天有7000多件。疫情了后，出国旅游潮爆发，对指挥中心各放令入境人数达到每礼拜20万人次。饭店业者观察，入境旅客也是本国籍较侪，外籍旅客回流爱等到明年。也许到明年的第1季，大部分都还是国旅客为主。对于我们饭店业来说，它其实是都是一个好的消息。目前这个运作上面还没有说是因为地勤人力而造成运作上面的问题。入境人数慢慢放量，民航局进前也发文予航空业者要求补助地勤人力。观光产业伫疫情了后，普遍出现欠人的状况，包含游览车司机甲领队导游，拢还未完全回流。观光局表示会协调工协会，若业者有需求会进行媒合。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一台货柜车伫昨暗8点外经过国道1号路南伫7.3公里的所在失控并车，去缀到一台自用的小客车，2个司机拢有受伤，送上病院。本分局于111年11月14日晚间8点30分的时候，接获110报案，指称有一部货柜车从国道1号南下7.3公里坠落，那希望警方到场协助。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出线上警力赶到现场，并通报救护车及拖吊车处理事故，并救护伤患。警方接到报案，是派人去处理轰动到自用的司机是一个28岁姓杨的查甫人，伊意识清楚，生命稳定，送上去实际的国泰病院治疗。不过货柜车的驾驶司机就较严重，是42岁姓叶的查甫人，意识不清，是送上去家人的中间病院急救。镜头来新北市的欢乐耶诞城11月11已经起过，因为人多车多，警方嘛有加派卡手伫现场，结果有一对少年家无驾照所在，17岁的在15岁的，佫无戴安全帽啊，沿路佫一直咧饲喇叭，有一个姓罗的查某警察甲因抓落来开罚单，这少年煞用奥多摆弄警察，害这个警察身躯受伤。警察伫板面线走菜，想要将这台行李可以坐2个人的奥多摆抓来，结果奥多摆毋但速度无减慢，还佫将女警弄倒。伫警察身躯顶的录影机看到女警被弄倒了，鞋仔也落去，边仔的警力赶紧来支援。可以吗？要趴下！趴下！17岁姓陈的少年载15岁姓吴的少年去新北欢乐圣诞城耍要转去，那无照驾驶、无戴安全帽啊，沿路骑喇叭，又个弄警察。先上铐带回去，妨碍公务。因为警察将2个人压制，先后依照妨碍公务甲伤害等罪嫌移送法办。因那姓罗的女警正手互白旗讲烫着，倒脚要切壁伤，怎么休假受伤？接获通报，有一辆普重机沿路违规且不符取缔，欲穿越该路段时，罗源区前拦查，为该车不从且企图冲撞，致罗源左小腿撕裂伤、左大腿挫伤及右手臂烫伤，经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少年开无照驾驶、无戴安全帽啊，总共6500的罚单。欢乐圣诞城开城第1天，警方就处理交通违规86件，查扣5台无照驾驶的车。在这段期间，警方将会加强执法，也希望民众爱守法。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
第27届聯合國嘅氣候峰會，即馬當在埃及舉行。德國看守這個非政府組織有公布今年氣候變遷嘅成績單，咱台灣是比去年提懸一名，排伫第57名，不過嘛算是吊車尾嘅第7名。那中國和美國兩大碳排放國，一個是排51名，一個排52名。那日本和韓國嘛是排伫尾名。繼續來看中國時報，台北股市伫昨昏徛起哩14000點，要挑戰半年線。新台票昨昏嘛是起2.94角，徛起哩2個月以來新高。金管會和財政部即馬攏表示，短期內禁空令和國安基金攏未退場，國安基金會復盤到明年會想要擊出紅包行情。繼續來看自由時報。警方有展開第5波掃詐騙集團和烏道幫派的專案，之前警方閣掠到有詐騙集團利用因頭路的名義騙人頭口罩，閣用電擊棍共拍。警方嘛佇苗栗的一棟透天厝救出6個受害者，而且閣掠到9個嫌犯。台關心 G20 今仔日會伫印尼舉行，若在會期進前，閣有一個 B20， 這是企業高峰會。咱的鴻海集團董事長劉永偉嘛有去參加。伊佇演說的時是強調講，台灣是上值得信任的同伴。鴻海集團開發的電動巴士嘛出現伫印尼，接送 G20 的這貴賓。鴻海集團董事長劉永偉今仔日佇G20國家元首高峰會會展企業高峰會期，以利用創新力量促進未來經濟成長為題做演講，並且做第一位參加 B20的台灣企業家。I believe a pivotal moment has arrived again. Taiwan is your most trusted and reliable partner. Through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Let's strive together and create a better world. 伊指出，世界的發生巨變，親像氣候甲疫情等衝擊，不過鴻海議員佇新經濟體科技產業當中擴大規模。過去付出空捌犯錯，不過會做更較好。甚至飛行進前中國鄭州廠員工獨立這事件引起聯想。鴻海一卡開發電動巴士 Model T， 這第一擺佇印尼協助G20貴賓專接的服務。他被邀請因為最主要是這一次G20的主辦國是印尼，那他有跟印尼當地的這個 Digicar Energy 會合資來發展電動車跟一些節能方面的一些發展。另外，還有亞馬遜董事長兼執行長的貝佐斯，甲聯合國女性親善大使安海瑟薇，阿里巴巴董事長張勇，最後還有全球第一好野人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雖然無親身到場，也用線上方式參加。I'm really working at the absolute most amount that I can work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7 days a week. 鴻海董事長劉永偉將做全台第一位參加 B20的企業家，或者分析不只有指標意義，也代表鴻海在國際市場的價值受肯定。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咱來關心美國其中選舉上新的結果。民主黨即馬閣摕到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的席次，即馬確定佇參議院，民主黨也是佔多數，較佔優勢。若佇眾議院這部分，共和黨若是閣摕到7個席次，就當變做多數的政黨。若民主黨這部分是閣差13個席次，才有法度贏過共和黨。代表拉丁嘅族群嘅內華達州參議員馬斯托宣布連任成功，為民主黨摕到關鍵嘅一席，穩掉參議院多數席次。民主黨參議多數領袖舒默佇咧推特講已經得到勝利。馬斯托佇咧演講時陣講，選舉嘅結果證明共和黨極右派對內華達選民嘅預測失準。This election, Nevadans rejected the far-right politicians working to divide us. We rejected their conspiracies.Their attacks on our workers and their efforts to restrict our freedoms. 亞利桑那現任嘅民主黨參議員凱利也連任成功，佮加上內華達州這一席，民主黨佇咧參議院跨過多數嘅50席，就算是12個吹到喬治亞州決選無法度並盤，民主黨副總統賀錦麗依然有最後嘅表決權。佇過去2年，拜登全力佇咧殺嘅新冠肺炎紓困法案加降通膨法案。攏因為賀錦麗關鍵的表決而過關，民主黨掌握到參議的多數，也代表
全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甲政府重要职务的连续案，拢会当顺利过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美国的其中选举，民主党即马伫参议院共款占多数，啊，毋过伫众议院就较歹讲。现任82岁、现任民主党籍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虽然伫伊的选区有高票当选，也毋过敢有法度继续做议长，目前也毋知。伊一时对外表示，伊并无退休的打算。另外，伊嘛讲，伊支持拜登继续拼总统连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摆其中选举83%压倒性得票率，赢第19位加州联邦众议员任期。现众议院主导权依然还未确定，而且由共和党领先，民主党内已经有人考虑伊阁一摆竞选下一届议长。佩洛西讲，相信家己伫众议无论是毋是做议长，拢真有影响力。目前还未决定是毋是阁争取议长宝座，啊，毋过也无退出来打算。Right now, I've said I'm not making any comments until this election is finished and we have a little more time to go. If you do decide to step away from Congress, how do you want your speakerships to be remembered? Well, I don't have any plans to step away from Congress. You asked me about running for leadership. No, I mean, these votes are very close, though. 最近伫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甲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电视专访当中，佩洛西表示，因为共和党的人选举结果不如预期，无引起ฝ่受参众两院的红潮，民主党伫下一届国会有更较公平的未来甲施展的空间。Whatever the outcome, we're on the path to taking our country to a better place than was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other side. So we'll see. I'm disappointed what happened in New York. That 4 votes could make the differen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t we haven't given up. 目前民主党内高层议会拢较大，佩洛西82岁，总统拜登79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71岁，引起世代交替呼声。佩洛西表示，未来动向会甲家庭甲党团协商评估。伫众议民主党11月30选出新领袖进程，也专心伫民主党，毋是家己未来。被问到是毋是支持拜登总统竞选连任，答案也是肯定的。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继续关心乌克兰苏荷兰堡大城市赫尔松，当地民众是举乌克兰的国旗上街头抗议，真欢喜因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目前上界要紧的是恢复送水甲送电，而且通信设备嘛爱停起。那动保团体即马是继续指控俄罗斯的军队毋但伤害土地、伤害人民，连动物园内底动物拢共偷掠走。这位发言人甲乌克兰国旗升水的时段放伫咧士兵的身躯顶，这位士兵是徛伫咧战车顶，用派定会嘛已经脱离的国军，对支付当局夺回哈尔松的控制权，真侪民众拢感觉解脱，心情较轻松。这位哈尔松的居民用乌克兰的国旗甲公告看板顶头有俄罗斯国旗的海报吐来。Нема світла, нема води, нема інтернету, нема зв'язку, нема опалення, але в нас нема кацапів. 乌克兰电视节目如果重新放送，拆地雷、恢复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是第一个爱做的代志。同时，这也是记录俄罗斯伫咧这段期间所犯的战争罪行。有一位10岁店的店员讲，俄军甲因店内物件拢总抢走。有一个动保团体讲，俄军连当地一座动物园内的动物拢偷，晚上野狼甲碰尾鼠拢被掠去克里米亚。Слідчими вже задокументовано більше 400 російських воєнних злочинів. Виявляються тіла убитих і цивільних, і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Херсонщині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лишила по собі такі ж звірства, як і в інших регіонах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英国真有名的作饼的艺术家班克斯，伫咧这幅西北城镇菠萝奖卡一栋被摧毁的工具留下伊的作品了。13伫咧霍斯托梅尔、霍伦卡一个支付，如果发现风格正共款的作饼，也毋过这300回班克斯无承认讲是伊画。这300分别是画着一个查甫人用鹿尾汤的女仔伫咧洗身躯，一个查某人戴着防毒面具，手内摕着灭火器，一个军用卡车顶头载着男性的外生殖器。10月班克斯伫咧社群媒体发表伊伫咧乌克兰的作品，包括女子的体操选手伫咧倒去厝边仔倒头徛，一个查甫囡仔用镰刀甲一个大人摔伫咧涂骹。这笔画被认为是伫咧暗示镰刀背叛的俄罗斯总统普廷被淹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要向请咱同齐来看世界。拜登参习近平见面了后，法国总统马克宏嘛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法国政府是表示，马克宏会当面拜托习近平向俄罗斯施压，要求俄罗斯重新甲乌克兰恢复谈判。继续关心美国的国务院财政部今仔日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提供供应链提出上新真一波的制裁名单，这个名单内底有法国、瑞士个人和一寡企业。名单内底嘛有出现包括咱台湾瑞元科技公司。继续关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继续在增加，已经连续4天，中国的病例超过1万例。即马伫广东、重庆、河南拢是重灾区。有专家即马是预测讲，准讲中国全面开放疫情摊开，安尼中国有300万人会因为胃病死亡。来关心九合一大选，即马已经来到民调上暗尾会当公布的时间，所以伫昨昏有侪民调拢公开。根据自由时报上新的民调，台北市的选战也是三卡都的办势。民进党的陈时中支持度上悬。针对这份民调，陈时中和蒋万安拢讲，民调只是参考，因会继续拼。若无党籍黄珊珊是对外表示，伊认为大部分的民调拢未当相信。九合一大选剩12天，各单位选前上尾一波会当公布的民调小连续出炉，结果台北市长选战三卡都领先的人煞无相像。根据自由时报做出来的结果，以民进党陈时中的支持度上悬34.8%，国民党蒋万安28.71%，无党籍黄珊珊23.45%。若讲到看好啥人当选是蒋万安排第1，所来是陈时中、黄珊珊排第3。对此，蒋万安表示，民调做参考就好。进前，蒋万安真侪摆强调，要以美国是国律师的经验来改变台北。不过，这阵煞有人逼讲，伊服务的公司真侪是替中国企业做代志。过去这个事务所承接了全世界各企业在美国的法律业务，那都完全符合美国当地的法律规定。那其实美国政府、美国人都不担心了，民进党担心什么？民进党陈时中针对民调表示支持度会使排第1，真欢喜，强调要是会继续拍拼。不过，伊也积极蒋万安会是国律师经验，是没有错，他有这样的一个戏骨律师。可是我要问的，我们要问说，那一些经验有哪一些可以来在台北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来借鉴跟学习？我一直不太知道他的戏骨经验是什么，因为戏骨有很严重的高房价的问题，还有资本金钱游戏的问题。做律师只能大概个案的了解，但是做对城市的发展可能还有全盘通盘性的对地方的熟悉。针对民调，黄珊珊认为民调有真侪操作的空间，而且各民调的结果差别真大，显示大部分民调拢袂使相信。伊也表示，三卡都当中支持度上低一直拢是陈时中。记者郭富坤、张耀水台北报道。若民众党新竹市长的候选人高虹安红标出助理的风波了后，昨有周刊也讲，其实因办公室阁有一本内销，而且嘛指控高虹安互人薪水较低，所讲报较悬。若这之间的钱还阁有加班费，拢摕转去办公室做公积金。高虹安伫昨昏是开记者会，强调办公室确实有一个公积金的制度，也毋过这个制度是立法院其他的立委拢有，是助理对别个立委的办公室学来的。伊嘛强调讲，伊无强迫助理爱捐钱这款代志，也毋过伊的回应同款是受哪里的批评。高虹安，我本人绝对没有胁迫或强迫任何一位助理来去将他们的所得去做这个公积金的捐入。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获人指控诈领助理费的情节愈闹愈大。根据前周刊报道，有检举者提供薪资类小的小报，讲高虹安加发全部助理的薪水，佫叫助理甲加摕薪水甲加班费摕出来。我也想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这样的一个公积金制度，我必须要说，它不是我办公室发明的。这个公积金制度实际上是延续了前面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的制度，所以在这些助理他们引进这样的制度，他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感激。高虹安澄清，办公室的公积金是助理因自前任立委办公室所带来制度，并不是伊的办公室创立。因若这个制度是源自倒一个立委，伊并无正面回应。媒体一直立这个问题，那这个对手也提出批评。我认为还是那8个字：祸起萧墙，扪心自问。
周刊报道内容应该由高委员来证实。高虹安涉嫌贪污和诈领助理费，过去的谎言一一戳破，高虹安已经诚信破产。我要呼吁高虹安向新竹市的全民说明清楚，而且诚实的面对司法的调查。高虹安也因说前立委吴成典被判无罪，诈领助理费案件，讲立委的公费助理只是无加证明或者是虚报，就维护人头助理的问题。伫这群连续发生这么多代志，一定会向各大名澄清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北市长的选战，昨昏是中选会公办政见发表会时间，因为伫新北市只有2个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侯友宜和民进党的林佳龙2个人对下，所以就用辩论的形式在进行。林佳龙是批评侯友宜，唔敢答应讲一定会做满4年。侯友宜确实无正面回应，伊伫政见发表会是敢若强调伊的成果和政策。我 SDGs 永续发展目标的挂牌，参加新北市长选举公办政见会，国民党的侯友宜对接受执政是提出3个车心、3条线和6大产业布局的2030目标计划。对手民进党的林佳龙是大声批评侯友宜讲要做代志，却唔敢承诺伊会做满4年。未来的4年，我们能够新北大翻新，能够市民大翻身。那么我们的市长可以倾听到市民的心声，而不是只是说着口好好做事，但想的却是2024。好好的去承担我现在拥有工作的责任，努力把握每一天。我希望在过每一天的过程当中，我的信念是希望不断的去超越昨天，把昨天所碰到的问题，今天要解决好。也要规划把明天做到更好。2024敢会含新北市来讲分手，侯友宜讲，伊一生行过来拢无袂记得初心，无正面回应。但是林佳龙同款嘛，互问着讲，心伫台北，毋是新北。双方伫发表时间内面，互相呛声是真明显。很多讲出来的话，像13行变14行，13层变13行。鸭母港讲成在我们的板桥，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因为他来了新北，就是想爱新北嘛。好好做事4个字真的不要再讲了，这成为笑话。连我站在这里，连发问的人问的问题，你也一再的答非所问，不断的跳针，这个就是令人觉得可惜甚至可怕的地方。侯友宜算伊的政绩，林佳龙是一直将侯友宜伫新北12年，城市所干的空转，6都的兵变阁愈来愈歹。新北市选前令林佳龙是希望讲，侯友宜会当答应办一场辩论会，互相问，互大家拢有机会会当讲家己会当替新北市做什么改变。记者综合报道。那民进党伫屏东县已经执政25天，民进党是这摆是由立委周春美出来选县长，要拼继续执政。即马风声讲，前民进党的立委苏振清毋若去替对手国民党的候选人苏清泉徛台，佮替伊投邮票。也毋过，苏振清伊本人是回应讲，伊敢若唯一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伫庙口做港斗吹票，前民进党籍个立委苏振清大力咧推荐的，煞是国民党的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找到机会，伊拄伫遮，我甲人讲，要甲大家拜托，好好啊去思考，会当选出一个为咱屏东做代志的新好县长，安尼好不好？苏振清虽然因为受乌西的代志退出民进党，毋过家族背景长久以来伫屏东咧经营，有关算是亲历的人物。打算甲国民党的苏清泉斗徛台，互人解脱是活过去对手阵营。那苏振清是赶紧出来背会。我受民进党的栽培，一路走来，从2002年当选议员，到现在的世界的立法委员，我永远最爱民进党。再一次的说明，我支持我们民进党所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在去哪里两党拢是计无用咧拜票，对苏振清的言行无加发表评论。被国民党操作成说这个是倒戈，那我们就尊重他的解释，只是说他现在非民进党员，
那我想选举倒数啦，很多的选战，很多的攻防在所难免。重视基层服务，倾听百姓心声，这一点我们非常类似。在同一个场子上互相勉励，表达一点心意，这是人之常情吧。月底9合1的选举愈战愈烈，政治人物的行动牵连到地方的选情，受到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因为疫情停办一档台中新社会海今年是决定搁再停办，原因是考虑到战争，即马国际上粮食的价格拢得起，所以决定要伫这片花海的场地种粮食、种番麦，要确保咱国内粮食的安全。不过台中市政府嘛讲，因为要拼观光，所以嘛决定会举办小规模的会摊节。大面积的花将大地变做100花，但年底的台中新社会海总是吸引大量观光客来赏花。去年因为疫情，15年来头一摆停办。今年是受俄乌战争影响，国际粮价大起，进口量减少30%。主办方农委会决定再次停办，为用场地大面积再种10年，满足国内种植甲使用需求，确保粮食安全。今年俄乌战争，那造成国际粮价的居高不下。大概我们栽种的面积大概在46公顷左右，玉米跟高粱已经种满，现在已经种满，有一部分大概12月、2月到2月之间都会采收。农委会表示，种栽改良番市场伫台中新社大约54公顷土地，其中46公顷进行番麦甲高粱的育种作业，有备伫未来3年内，互全国番麦栽种面积提悬到5万公顷，高粱提悬到5000公顷。因过为了提振后疫情时代观光，台中市管理局决定向种栽场就用当地3公顷的土地开放举办小规模的花海会摊节。考量振兴地方观光需求，向种苗场借用3公顷土地办理2022台中国际花毯节，规模虽小，但力求展区丰富性。除平面草花种植，还有大型立体花卉装置艺术，展区周边绿美化。种栽场为粮食自给率备战，台中市府是希望伫国路复苏的时阵，试一个水温，将伫16月初3起举办为期2礼拜的会摊节，开放地方的观光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府民众耍新船游戏了后，煞袂记哩甲驾驶官摕落车，因为车停伫外口，日头晒温度悬，结果车顶的驾驶官全爆炸。消防局即马是提醒讲，毋拿驾驶官亲像是酒精、芳水，也是赖达，也阁有行动电池、电源这些物件，上好嘛毋通放伫车顶，也是曝日。汽车挡风玻璃喙齿顶面也卡着一支加速管，往内底看加速管只剩空管挂无去。从这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飞的，飞去前面就插在上面。加速管为后座射去头前，毋那是射透过挡风玻璃，车内原本放伫前座的架刀也因为爆炸毁裂，喷飞插入卫生纸甲后座的地下来。你们就睡到一半，突然听到砰一声，玻璃碎掉，所以你要下来，整个车打开，里面东西全都是。有的都坏掉了。爱上船游戏的郑先生，13早起10点外，困梦中，互爆炸声惊醒，伊才发现用来算上船游戏的加速管其中一支袂记哩摕落车，车内高温造成意外，伊特别将相片放上网络，提醒大家爱注意。高雄市消防局指出，最近几年路沿雨刮活动真实行，细型加速路状况一定避开高温环境。主要是因为户外这个艳阳高照，气温较高。那车内因为阳光直射或散热不良，常常闷热导致高温50度以上。那这些可能就是卡式瓦斯罐这个温度压力宣泄不及爆炸的原因。另外包括酒精、芳水、风香剂、加赖达、行动电源等物品，消防局也提醒唔通放伫车内，因为经过日头晒，车内温度较袂到50度以上，驾驶人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较长好了后，即马去出门行大去爬山的民众嘛变较济，若需要救援的案件嘛有对咧增加。苗栗县的消防局一天内就接到2宗爬山救援的案件，要去喊救命的原因，拢是因为无体力啦，无法度家己落山。另外，伫南投仁爱乡对10月底甲打半个月时间尔，已经发生6宗爬山的事故。有专家即马就提醒讲，要去爬山爱提前做好准备，嘛要评估家己的体力够唔够。
直升机用吊挂方式将女山友送避急救。早三，南投县消防局接到报案，有一位女山友甲其他3位队友去爬基内峰的主峰甲北峰，毋过敢若是因为高山症行袂振动，伫咧基内成功山厝等人救。就伫12暗，救援人员拄则结束一件碧罗山北离矿林道救援任务。南投县消防局统计，敢若是南投林内乡半个月内就6件山区的事故。另外，伫苗栗，消防人员也真无闲。靠右边，靠右边。下，来下。救援人员甲这位女山友带落山。12下昼，苗栗县消防局接到报案，伫泰安乡的后山步道有一对翁仔某去爬山，做牵手的铁链无够，跋喺边坡，救援人员主动甲因带落山。无想到讲暗时又有另外一对翁仔某也是铁链无够，向消防局报案。8号救援桩附近接触待救山友，以绳索器材协助下山。下山途中，在5号救援桩发现另一名山友。无讲6点钟就2件救援案件，虽然山友拢平安落山，但过后救援人员真无闲。资深的向导讲，每年入冬了，山区会较打扫，真侪山友拢会利用这段时间去爬山，但过无注意自我风险的评估。别人可以完成，不一定我们就可以完成。但是我们对风险的这一件事情的评估，跟你那个风险来的时候你怎么处置，观念都还没到位。但来先讲，除了事先的准备，了解家己的体力，甲具备相关的技能，一个对环境加自我风险的评估加管控，才法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家己。家己市的教育处最近是邀请台湾的新创教育团队举办2天的造反教育节，毋但伫新丰庙的庙埕举办论坛和展览，佮甲补习班变做是车字店和夜店，咧希望教育会当拍破空间和主题限制。车字的师傅来到补习班内底，教民众体验车字，嘛顺续了解车字的文化甲知识。这是家己市举办的造反教育节，希望教育内容不是干那存在伫课本内底。其实这样子的文化其实是有好的地方，然后而不是刻板印象，然后来导致他有一些错误的想象这样子。看了之后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不一样的教育的理念会从这边产生。除了暗时的社会体验课程，这个造反教育节，日时嘛伫家己新丰庙的庙埕举办论坛甲展览，配合4个主题，计共33个团队，分别伫6个所在拢有相关活动。这个城隍庙，一个300多年的古迹，它就是一个以前教育最好的场所。就是大家来这边是交流、交换，还有视野各方面、世界观都在这边成立的。最主要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元的学习，然后让整个的学习的过程能够让孩子能够有更新的一个体悟。以后要学习的东西，可以在这边先学习一下。对啊，其实不会造反啦，是算是学习的一种啊。这个造反教育节是家己市头摆举办的活动，活动邀请学校团体或者是个人分享新的教育方式。家己市教育处表示，希望会当向家长甲学校推广教育就是生活，学校就是社会的教育理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嘛是多元的教育，这是新北市三重埔五华国小的老师杜小梅。7档前开始，逐档拢会带2年的学生囡仔，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做主题，互囡仔去画图、画绘本。希望囡仔毋但会当画出兴趣，嘛会当关心环境。画出分类回收职能减碳，这的绘本拢是出自山林埔五华国小2年学生的手笔。真正因为疫情，大家拢踮厝内，老师杜小梅用学习单伫线顶指导囡仔参爸母手做绘本。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所以这是现在最夯的议题。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109学年度创作的是跟颜色有关的，然后有让孩子用自己的第一人称的角度对人类发出呼吁。700多个2年学生，大家人画一页，计共完成27本的绘本，都要将 SDGs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甲食水、连结、保育、职能等等做主题，互囡仔展现创意，嘛对身躯边的食青做观察，无真正的手稿、绘本，佮场景设计图等等，拢伫新北市立图书馆内展出。我们今年是第4年跟三重的五华国小合作办理这个创作绘本展。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嘛，常常小朋友都在居隔在家里，所以他们是以防疫为主题，然后一块做创作、做展示的。
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我华国小自这当前就开始做儿童原创绘本，目前已经有正100本，拢会伫新北市立图书馆1楼展出到11月底。记者陈汉媒体台北采访报道。世界正心息来关心镜头，较着当有转变。真侪传统艺术拢有落侪危机，转型是必要的路。马来西亚的配角戏就因为电视甲电影影响落侪去。当地有一个少年家是引进3D 类型的技术做配角戏红啊，那让配角戏这部分就交予电脑去控制，甲传统结合科技，希望会当行出一条无共款的路。伫投影幕看到两个翁仔伫咧讲话，正边一个穿现代的西装，另外一个是装扮正多印度教的形象，看起来就敢若是流传了几落百年的配角戏。不过行到后壁看，毋是人伫咧人，是机器伫咧操作。这是33岁正爱配角戏的阿赫马德新的创意。Ini adalah salah satu cara di mana saya cuba untuk menyelamatkan seni warisan kita iaitu wayang kulit ini. Sebab wayang kulit ini seperti sedia maklum tahu kian pupus. Jadi dengan usaha-usaha macam ni, persembahan wayang kulit dapat dijalankan dengan lebih kerap, boleh dijalankan di mana-mana saja pada bila-bila masa. 1990年代，以伊斯兰为主要信仰的大马，政府认为配角戏定定出现印度教现象，对伊斯兰不敬，所以不下禁令不准演。要虽然重新国开放，不过就敢若真侪传统表演艺术同款。并袂过电视、电影、网络影音平台，为了要互传统戏剧找到新生命，正讲起配角戏的少年人阿赫马德，就用全自动控制方式表演配角戏。台顶的架啊、轨道拢用电脑程式先写好，用自动化机器控制，而且翁仔也是用3D 猎人印出来。Terhadap remaja tentang wujudnya persembahan wayang kulit ini dan secara tidak langsung. Golongan generasi muda akan mula tercari-cari dan mula meminati seni warisan wayang kulit ini. 我很欣赏这个新的技术啦，很先进的技术，全部都电脑电子控制，很先进啦。有40年经验的老师傅认为，要互少年人注意，互更加侪人来关心传统艺术，用这种新技术来制作表演，也是袂歹的方法。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那西班牙有一座城镇，顶礼拜6的时是举办将有争议的火牛节。这个活动是甲到导火的物件放伫牛港的牛角顶悬，再甲这物件点火，因为牛会惊，就会黑白乱撞。因为过程是真残忍，引起动保团体批评，讲这不是文化，这是咧苦毒动物。伊伫爱叫工具红叶拖出来，坐落来放放伫场地中央。牛角包火药球新上满，阿摩托了后，工作人员就点火烧起来。头壳顶火火烧的工具行到伊伫海头，煞安怎也无法度将火拍花。看工具痛苦伊伫走，围观的民众伊伫欢呼，甚至大声笑。残酷场面12伫西班牙中部城镇美迪纳塞利发生。迄天居民举办源自16世纪的火牛节，放火烧牛了后，搁互男性去惹牛，落来干着火工具内顶很勇敢，为过程真无人道。El animal, tengamos en cuenta que lleva muchas horas metido dentro de un cajón. Un rumiante dentro de un cajón no puede moverse, no puede sentarse apenas, con lo que él está sometido a un estrés ya simplemente por eso. 除了工具放关伫下个所在，因牛角顶较会烧起来物件，会将目睭甲头烧着伤，护牛真艰苦。那民众抓工具过程中也一直发生意外，动物团体都批评。主办单位抓着文化，实际上根本就是咧虐待动物。¿Por qué les da miedo? Pues básicamente porque saben que eso no es cultura, eso simplemente es maltrato animal y ellos disfrutan haciéndolo. 除了美迪纳塞利伫加泰隆尼亚、瓦伦西亚甲亚拉冈等地区也会举办火牛节，当年大约2500只工具互牺牲。这类活动以前拢有得到政府的补助，动保团体当推动人士要求停止火牛节、春牛节甲斗牛等活动。加泰隆尼亚议会是已经开始讨论要结束无份的斗牛。公司新闻齐万人编译。关心环境，全世界逐年拢有1/3也个当食物件烘弹掉，也是浪费拍算去，这对地球是一种伤害。法国即马就餐饮业者利用菜尾做出好食的料理，嘛有胖店甲胖加的摕来做胖的配料。
主酒接汤头，搁摆盘送出去。法国巴黎这间餐厅的顾客食个点点有味的菜，拢是用卖无了的菜所做出来的。 It's bloody good. It's really delicious, beautiful and clean. 唔通听到村的菜就烦恼，其实都只知利用是供应商甲超市无卖了，暗过伊元用这食材，业者无法度有期会摕到什么款的食材，加上村的农产品几工来就会变质，所以每礼拜拢会换菜单。 It's a constant juggle because we never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get ahead of time. It's a challenge, but it's interesting. 坚持随机应变，理由是浪费食物的现象在法国真严重。当地每年有差不多1000万吨食物被ทิ้掉，所有800万人一元才袂饱。2016年开始，法国开始禁止食品经销商烹调农产品，超市村的食物若是还阁用食，就要管出来。餐厅总铺师也用新的规定，去年开始善用村的物件，得到未少恶恼。All those restaurants in the mall serve bad quality food and throw out a lot. But this place operates differently. It's good quality at a cheap price without endless waste. 另外一间有名的面包店也想要减少食物浪费。面包的总铺师将部分已经袂当卖，不过也是用这面包加脆，加做新的配料。 I'm creating a new baguette. I put the breadcrumbs on top. Now, people might say this is great, it's green, but what really motivated us was eliminating food waste. We want to keep our clients happy without killing the planet. So, how do we do that? 旧面包加做生态友善面包，同款得到人客欢迎。 It tastes good. When we find shops like these, we do our best to support them. 经济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有1/3的好人类食的粮食被浪费，或者是损失掉。伫这时阵有8亿外的人会摇巴肚。这被浪费的食物生产的时阵，释放一氧化碳，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到10%。若是有效运用食物，不止能减少氧气，也减缓气候变迁的影响。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 再来天气报道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比昨昏较减弱，阳光云也是较高，早暗同款较凉凉。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今仔日同款毛有低渐准雨。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17度至2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